新北新庄有一个高中生，昨放学要回厝，过路口时险互奥多摆弄着。学生甲讲，安尼违规，骑奥多摆煞举棍仔出来吓惊，佮出手共拍。学生的家长即阵是决定要严刑提告。一个高中生行伫回条线，奥多摆无让伊先过，差一点都弄着，继续行入去巷仔底。这个骑奥多摆的人凶车擦的，去甲伊理论，甚至起骹动手。小孩倒是没有对他谩骂啦，就只是跟他讲说他这样是违规。听到小孩子这样子反弹，他就停下车来，然后就从车子里面拿出一支甩棍，然后就走过来，把小孩子挡在那个巷口。当去到发生冲突的地点，伫新北市新庄武圣庙后壁，现场是无交通号志的路口。学生因老爸指控讲，日来暗时6点外，因囝下课要转去，过车路的时阵，敢若讲无让过路人罚6,000。这个起诉就举棍仔缀伫伊后壁，尾手对面的甲伊摸落。被害人提出恐吓、伤害、妨碍名誉及毁损等罪，本分局依规定受理侦办。有关未礼让行人部分，将检视相关意项，依法开罚。这个起诉互抓起来了后，伊讲这个学生嘛有叫垃圾话，不过讲无2句就起配面，家长带囡仔去验伤，而且佫有恐吓、甲伤害等等的罪嫌。雨伞卡伫个顶啊，消防人员接到通报了后去现场，赶紧甲人送病院。同一天无共地点，行人地外佫一个发生。行人头部外伤及四肢多处擦挫伤。本分局将针对驾驶违规部分予以开罚。代志发生伫咧新北市汐止，一台游览车的驾驶，日下晡4点外，正话要往新台5路的时阵，若像是视线的死角无注意到，去弄到一个87岁姓周的过路人，差一点就甲人搞过。行人地交的情形要真实地出现，民众交通安全的观念也要加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